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这个胡适简单的一句总结，就是在等消息、等风来因为上周五谈了一下，这个有小作文说咱们要开会、要降息等等，结果这个周末似乎是消息面比较平静，但是是不是说这个小作文就不对呢？也不是的。所以说这个表现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在胡适，那就是在震荡，等着消息这个兑现，有没有给个痛快话。所以今天大盘是小幅低开，震荡之后又微跌，对吧？1.55个点，这是沪指勉强的守住了3400点。两市成交16238亿，比上周五缩量1500亿，2040家上涨，3216家下跌。从这个活跃的板块来看也是杂乱无章就是没有什么主线。全天这个银行股、两桶油在奋力的维护这个指数。这个周末最忙的似乎是央媒喉舌这个央媒连续几天都在吹风咱们昨天节目也介绍了，新华社评述中央财政还有比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人民日报也发文似乎是来对冲一些这个经济学家或者专家的对未来比较悲观的一些这个言论和空间呢。也就是说仅仅对这些学者进行禁止关注还是不够的，对吧？还要清除它的余毒。所以这个央媒亲自下场畅想经济光明论。这个新华社说从负债率看，G7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123%，政府负债率为67.5%。从赤字率看，我国大多数年份低于3%，美国赤字率是6.6%，日本赤字率是7.1%。所以不管从负债率还是从赤字率上看，我们都有很大的举债空间，一旦提高，对股市当然是重大利好。未来的货币政策将继续加大逆周期调控力度，不断提升，支持实体经济精准性、有效性可以预见未来的货币政策将继续加大逆周期调控力度，不断提升，支持实体经济的精准性，结构优化调整，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给人感觉那就是央行后期，对吧？要加大放水的力度，不排除会议期间要开始降息降准，暖风频吹但是大家也要记住人民日报曾经喊出4000点是牛市的起点，随后股市就咣叽一下，成了很多人一生中的噩梦不光这个央媒这个胡一进老师的老朋友这个国际投资大师罗杰斯最近频繁的这个在表态说他只在2个国家继续买进股票，说他现在只在2个国家买股票，美股他已经抛弃了，说美股随时会崩盘，这个美股的风险很高，只在2个国家买股票，其中一个就是大国。这罗杰斯我的印象里面，他买这个胡适的股票不是1次2次怎么这10几年了，他到底买了多少？10几年，你总不能说你买的是模拟盘吧？年年都说看好中国胡适，年年都说他在买了哪个股票呢？很多人不太清楚作为这个海外的这个华尔街的这个什么对冲基金或者是量子基金私募基金，作为创始人，他每年年底他都要做个报告向他的客户要兜售他的基金要稳住他的客户，因为他的钱也不是自己的也是投资人给他的，他要募集资金。那么募集资金他就得讲故事，就是你要从哪儿赚钱，我为什么在你这儿买，我为什么不买什么别的基金贝勒德，对吧？还有什么其他的基金，我为什么买你的这个量子基金？他就得与众不同，对吧？讲出自己的一些独特的一些理念。那么年年都拿中国股市、中国的资本市场出来说事，中国赛道。但是实际上他到底投不投呢？买不买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大家不要拿这些华尔街的这个什么创始人投资大师的话当真除非他亮出他的交易记录。他不是忽悠你去买中国的股票，记住了，他是忽悠他的客户买他的基金，把钱交给他去理财。这个周末这个网传中信建投的首席分析师发了一个研报，这个研报大概其也是偏空的说这个胡适面临的有不可抗力，大概这意思然后什么重要的会议要推迟，总之讲了一些不利于胡适的偏空的一个研报。结果他居然遭到了这个股民的举报。你说说，作为一个券商的首席，人家自己的研报就因为是不是那么乐观，稍微有点偏空，实践证明他看他是准的，结果就这样还遭到举报。举报完了之后，这个中信建投的首席可以说是满满的求生欲赶紧跳出来来解释他的研报，希望大家高抬贵手，不要误读。这个中信建投首席说不可抗力
指的是叙利亚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你看看叙利亚不就出事了吗？变天了，这叫不可抗力。第二个，它是重要的会议推迟，确实推迟了，本来是12月2号到5号召开，结果没有开，具体推迟到什么时候不知道，也确实推迟。为什么原因推迟呢？是不是在商量更大力度的、更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呢？不知道。所以可以见啊，这个市场是多么的疯狂啊！券商的分析师只要说不利于这个市场的话，就要遭到举报。所以那个东方港湾的但斌啊，他在10月2号说了这个牛市啊，对吧？怎么暴涨上去的，还要暴跌下来，所以他就被禁言到现在。为什么呢？谁让你看空啊？公开看空。最近啊，网上流传出这个但斌啊，他的一个演讲话，但斌谈到了他对胡适的一个看法，大家看视频啊。去跟大家交流，我是还被禁言了。那当时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我是完全出于责任感，因为在我从业这32年当中，中国的资本市场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共同富裕。我经历这32年的资本市场，正常情况下是什么呢？基本上是鳄鱼进去，闭不出来；姚明进来，潘长江出去，是吧？怎么突然到了今天，大牛市来了，是吧？这个共同富裕了。那个上海牙叔说什么要涨到多少点，涨到多少点？怎么突然一下44？在我从业这32年当中，我们大的背景是改革开放的这个背景，那个时代都没有大牛市慢牛，怎么突然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有了慢牛了呢？这个逻辑在哪里呢？对吧？那当时这个我跟深圳的一个分行行长在那个聊天，他说他经历了职业生涯当中从来没有出现那个事情，什么事情呢？银行大搬家。就那一段时间，从深圳银行里面出了1000亿出去，到了资本市场。那我是本着责任心，我觉得这个情况是不对的，啊，不应该的。你比方说，我前几天在这个接待一个广州的朋友，说他有个朋友有3000万，存了这个银行这个存单，说快到期了，说不行，说一定要进入股市，为什么？说大牛市来了。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说大牛市来了，几乎吧。所有的专业投资人，包括我的很多好朋友，都说大牛市来了。这个人他说这个人其实很保守的一个人，他都是搞银行存单的人，但是他听说这人说大牛市来了，怎么着？这3000万快到期的订单不要了，这个利息不要了，叫冲入股市。什么时候冲入的？8号。8号。那如果你8号进去3000万，现在多少了？当然，如果你买垃圾股，可能最近可能还好。但是如果你要是真是个价值投资呢，你买那些公司，3000万，我估计可能是不是剩2000万了，还是多少？反正我从业这么多年，一般的老百姓基本上进去什么呢？100万进去，50万出来，很少见到什么呢？100万进去，你300万出来，很少。对不对？李迅雷先生他前几年有一个很好的文章，和数据说话嘛，是吧？他那篇文章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看一看，就是他的样本就是2014年、15年大牛市吧，2年的所谓的大牛市。大牛市之后真正赚钱人是多少？比例是多少？0.5%。大多数人亏的，就是大多数亏的钱被这0.5%的人给赚走了。这一波呢，谁赚钱了？是10亿的人，他可能赚了20亿；100亿的人赚了200亿，那100万的人进来变成了50万，3000万人进去变成了2000万，这是大概率事件。这么过去 A 股市场都是这样走的，我们 A 股市场怎么走的？我们 A 股是蹭上去，蹭下来，蹭上去，蹭下来，蹭。他们说这次是可能最快的闪电牛嘛，对吧？那过去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客观事实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那怎么突然一下来了这个大牛市了，是吧？所以说我在10月2号，这个可以这么说，这个顶着巨大的压力，我写的这个东西，好多人骂我，对吧？好多人骂我，我说这样的暴涨必有暴跌，如果再被套路。这个但斌说啊，这30年他就没见着
这个胡适能让大家都赚钱，都是极少部分人赚钱。这事实证明他说的是对的，确实如此啊。2015年大牛市也只有0.5%的人赚到钱了，1000个人里面有5个人赚到钱，那还是大牛市啊。李顺雷说过啊，这个胡适啊，实际上是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一个过程，根本就不能让广大的什么老百姓能赚到钱，什么共同富裕，就包括2亿散户，你也很难赚到钱，这是事实。但是赌徒他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你这触了他的眉头。这赌徒认为我能赚到钱，结果你咒我赚不到钱，那就举报你，是吧？这个是事实证明的。你回头看一看，胡适到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状？这个咱们在平常节目里天天念叨，这里就不多说了啊。就这些根本原因不解决，那你这个胡适永远是少数人呢割普通金融消费者的韭菜。这少数人有牛散，有机构，有私募，有上市公司的这个实际控制人，这叫少数人。整个市场恐怕只有千分之几、1/1000，他们割完韭菜，然后有裁判呢去割他们。你看今年罚款轻轻松松啊，超过了100亿，就是罚款。你去割完韭菜，你再把这个钱上缴给有关部门，最终到底谁在割韭菜，谁割了谁，对吧？谁出血了，谁得到好处了？这种能不能彻底治理好？如果说能，那为什么不去治理？还是利益啊！美国的证监会据说啊是个清水衙门，也没事，一天到晚的美国证监会主席是谁都没人知道。咱们这换个证监会主席，马上股市就能涨，就会股市啊都会受到影响。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中间的奥妙窍门原因。最近啊有很多指数基金啊，这个 ETF 啊连续遭到赎回。也就是资金在流出，这个大家也注意了，表明很多啊，这些稳定的，就是求稳的这些资金，厌恶风险的这些资金啊，现在恐怕都在远离市场，都在净赎回。这些 ETF 基金净赎回之后，他们买的股票也会少，他们只能去抛股票啊，也会给股市带来压力。咱们再看一看这个胡锡进老师啊，最近胡锡进老师老朋友少一个，胡锡进老师的又一个老朋友垮台。胡锡进老师这2年就是在感叹呢，感慨这世界变化快，他惊呼啊，阿萨德政权倒台太快了，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垮的比3年前阿富汗喀布尔政权快得多。他说啊，伊朗和俄罗斯被削弱，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垮得太快了。就在前2天啊，胡锡进老师还在对吧给这个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打气，今天他也说人家垮得快。他前2年还表扬说，作为中东的统治者之一，巴沙尔阿萨德没有被阿拉伯之春的第一波浪潮中被推翻，撑了13年，他应该比卡扎菲幸运多了。他一度夺回了战场优势，形成了有利于他的叙利亚局势新平衡。但是最近几年，他的2大支持者俄罗斯和伊朗都被削弱了，他成了事实上的弃子。于是他被推翻的过程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胡锡进老师啊，收起了对老朋友的惋惜之情呢，居然也开始嘲讽。这胡锡进老师进而评论啊，他说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断崖式崩溃，提供了俄罗斯和伊朗被削弱情况的一个刻度。注意了啊，胡锡进老师做出预判，他说啊，不排除这只是变局的开始，接下来是否会有其他目前尚难料的事态出现，以及这一大波事情的原点究竟在哪里，半径有多大，都需要观察。这个咱们前天节目就说了，有很多人睡不着啊，彻夜难眠，他们想不通为什么阿萨德巴沙尔垮台这么快，明明有95%的人支持阿萨德巴沙尔，为什么他们就对那几千个反对派武装啊，穿着牛仔裤，骑着摩托车，挎着 AK47，比那个有些地方打野猪啊，剿灭那个野猪，那就比那个还更有松弛感，开着皮卡，架着机枪，就一路冲向这个大马士革，就看谁跑得快，就没有一个人去阻止，去帮一把巴沙尔。他们想不通啊。波兰总理图斯克说啊，叙利亚事件再次迫使世界认识到，或至少试图认识到，即使是最残暴的政权也有可能垮台，俄罗斯及其盟友也可能被击败。胡信老师他现在意识到了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断崖式崩溃，折射出来是他的支持者俄罗斯和伊朗极度虚弱。但是胡信老师他不知道俄罗斯和伊朗为什么会虚弱，因为他心中啊缺乏一种正义，他为那些表面上强悍的所谓的强者讴歌啊赞美，他欣赏丛林法则，所以他们会为俄罗斯啊鼓掌，觉得普京是个硬汉，所以他就认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侵略，
哎，他能颠倒黑白。乌克兰人反抗俄罗斯的侵略和当年咱们抗日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保家卫国。居然他能认为两个不一样，不一样的根本原因就是乌克兰背后有人支持，所以那乌克兰就不叫反抗侵略，是受别人指使。就是他能这样颠倒黑白，那他怎么可能判断出国际形势变化呢？当然了，这个不是胡锡进老师一个人啊，所有的正能量，所有的所谓的专家，只要是坐在电视机前面胡说八道的那些人，就是他们从来不反思，就是他们一次都没有对过，每一次都是错的，这难道是巧合吗？就他们稍微反思一下，或者他的粉丝啊稍微反思一下，也能知道一些端倪啊，对吧？这些专家支持南联盟，南联盟解体，支持萨达姆，萨达姆被绞死，支持利比亚，那卡扎菲好像是躲在下水道被揪出来打死，支持哈马斯，哈尼亚·辛瓦尔携手共赴黄泉，黄泉路上有你不孤单呢。而且加特老师把这个辛瓦尔还封圣了，你看就这么倒行逆施啊！他们现在就疯狂的支持俄罗斯，搞得地保老人现在尿不湿换个不停呢，也不知道咋回事。这是来自东方大国的叫正能量魔咒，他们挺谁谁死。大家还记得吧？这个朝鲜严令禁止加头在那个朝鲜力挺这个朝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家知道你这是来自古老的这个东方的这个叫方术啊，巫蛊之术，不准你搞这一套。话说啊，这个巴沙尔确实也是生不逢时啊，就这么个节骨眼上，恰恰是咱们这个头部正能量的代表加头老师被禁言了，所以啊这些正能量欠巴沙尔，对吧？一个丰盛呢。大家想一想，如果加头老师还在的话，那怎么着给巴沙尔封一个民族英雄啊？辛瓦尔能丰盛，巴沙尔封一个民族英雄没毛病。所以说啊，这个正能量啊，集体欠巴沙尔一个民族英雄称号。以后加头老师如果解禁了，希望能给他补上，不要让人家巴沙尔寒了心。有网友说啊，巴沙尔去找佛祖理论了。我看他回信说咱们政府不干涉别国内政，咱们佛祖啊也一样，也不干涉别国内政。但是有的网友说了，恰恰是灵隐寺的菩萨显灵了，但是一切都是一场误会，佛祖好心办了坏事。这巴沙尔找佛祖理论，烧了香，结果你没办事。那如来翻一翻记录查了半天说我办了，巴沙尔你办了，那怎么我现在在逃难？如来说了，你回忆当时是怎么托付我的，你许了什么愿，对吧？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看不是你说的吗？要保佑叙利亚人民幸福健康，现在叙利亚人民就幸福健康了，只有你下台，叙利亚人民才得到解放。巴沙尔沉默了，无语了。在巴沙尔的心中叙利亚人民是他就代表叙利亚人民，但是佛祖不懂所以一切都是误会没有沟通好。这个胡锡进老师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一大波事情的原点究竟在哪里？半径有多大？也就是它波及的范围有多大？原点在哪？源头当然是在俄罗斯如果不是俄罗斯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如果不是俄罗斯被建在这个战争3年，而且越陷越深，俄罗斯国力急剧衰弱。黄俄所说的俄罗斯越打越富，越打越强，只不过是一个幻象，是自我意淫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抓住了一个机会，可以说是叫一击毙命，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个普京在叙利亚苦心经营10多年一下扫荡出去。原点在哪儿？原点就是千不该万不该发动侵略别国的战争。只要普京不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那俄罗斯现在还是妥妥的第2军事强国。如果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还在，对吧？他就开到离黑海往那儿一摆，北约那些国家那些舰队多少都还给点几分薄面呢，到这让着点现在你好了，你在海底动不了，一个普里戈金哗变，再一次让地保老人光着屁股出现在世人面前。当然了，还有尿不湿。所以基本上现在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在看笑话，反差就是这么大。那些俄式武器吹的神乎其神，都是宇宙最强，地表最强，上了战场又是让人一眼看穿，破铜烂铁。中国有句古话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一溜这俄罗斯就散架了。所以这些以前埃尔多安见普京那是要等个几分钟的，毕恭毕敬要等着普京来现在呢直接就对普京下手为什么他现在胆子这么大？还不是因为你自己暴露了实力金玉其表，败絮其中。所以胡锡进老师到现在还在问原点在哪，装模作样的，假模假式的问原点在哪。这些黄俄每天就吹捧这个俄罗斯，俄爹威武。当然了，他们现在依然在吹不把俄爹吹垮，
誓不罢休啊！无论是俄罗斯还是叙利亚或者其他国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外表上看非常强大，固若金汤，实则不然。按照胡锡进老师说法，那就是断崖式崩溃，随时可能发生。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